剩不到一个月，特别迎接农历过年，宜湾科技村连续20几档，连下北区22个里加小康社区发展协会，这回邀请书法家写毛笔字送春联，吸引真侪民众一早就前去排队，现场闹热滚滚。在这里我们共同这个活动来恭贺大家小蛇年，也就是龙年小龙年蛇年，大家寻大运，大家心想事成，身体健康，能够平安快乐。我们几乎北区所有的里长，每一个里呢都来协助参与，那已经有20多年的这个时间，那几乎呢所有的社区的民众接受到这个讯息呢，都会非常的主动，然后来参与尤其是在北区的光武里活动中心，然后呢来这个索取春联呐，甚至于我们也有这个准备发票，有送这一个爆米花，还有这个盆栽的活动。书法老师相当认真，帮民众写好每一个字。会场是摆满等要求春联民众，甚至出动行字机。冇真侪民众用吹风机要赶紧行好打。有民众每一档拢来求春联，因为用手写的春联特别有温度。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保存传统也让我们的那个文化能够传承下去。手写的毛笔字非常有温度。活动不只有送春联，也邀请大家做爱心，民众捐发票，得当换树苗加点心。所募集的发票将转数捐予创世基金会。现场也有义诊加义诊服务，有街头艺人制作造型的气球来销送。电视新闻，军旗采访报道。